当初美国的9亿恐怖攻击，飞行机往纽约世贸中心的画面看过都无法度袂记住。这场恐怖攻击对全世界的反恐战争有正大影响，那么做回来了解。 2001年9月11日，美国纽约市一个好天的拜日，真侪民众像平常时共款去世贸中心上班，到早起8点46分，有人发现情况敢若无对同。The lights in that room flickered. We couldn't see anything. We didn't hear anything. We didn't feel anything. It was just this flicker of lights. 这只是需要大灾难的开始。一台为波士顿起飞的民航机，互恐怖分子劫持，弄到双子星大楼的北栋。较无20分钟后，第二台飞机又弄到南栋。真侪办公人员吊伫关楼内无法度逃生，地面原有真侪人行喺大楼倒去，伫车路起卡撞。还有一台飞机弄到国防部的5角大楼。第4台因为劫机失败，落伫宾州的空地啊。飞机互人当作炸弹使用，全世界民众无论是现场看到，还是透过电视看到，拢感觉真惊。From where I was in the street, I could see the tower being just enveloped in a cloud of smoke. It was as though it was a magic act. 连续的攻击事件造成2977人死亡，其中真侪人伫世贸中心工作，抢走因的亲人，甲真侪活着的人，一世人无法度消灭的阴影。Terrorism against our nation will not stand. And now, if you join me in a moment of silence. 到尾美国政府确认这件事件是由宾拉登所领导的盖达组织犯案，主要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。所以当年10月，美军就出兵去阿富汗，展开20年的反恐战争。On my orders,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as begun strikes against Al-Qaeda terrorist training camps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f the Taliban regime in Afghanistan. 24年后的今仔日，当年双子星大楼的位置已经重建为纪念碑甲博物馆，互人哀悼。也有搁较侪人用无同款的方式来纪念这件悲剧。像讲今年伫纽约有几多千个志工做伙甲食物装做茶仔，分散予经济弱势的民众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